就来看这个韩国瑜到婚林县造势，2天安排10个行程。第一个行程先到土库的顺天宫来参拜，因为几啊天前，伫台南发生着隔家人的事件，所以婚林的警方唔敢大意，加强维安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婚林造势头一站到土库顺天宫参拜，婚林县长张丽仙陪伫边送葬代表包中。韩国瑜嘛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张家军徛台。今天云林县最重要的，我们立法委员，我们候选人张家俊，各位乡亲大家好。韩国瑜转去因某后头厝婚林县，学了讲婚林人有感情。 较早我要带阮某时阵，我就人捌讲，婚姻人是较有感情的。今日看哦，真正有感情。韩国瑜几个活动拢是参香，警方出动警力维护秩序，就是烦恼讲这两几天牵家人的代志搁发生，所以讲加强维安。韩国瑜伫婚林安排2天行程，除了拜庙嘛，安排体验做1天的农夫，参观霹雳布地区、要石啊、池啊等等，要过农业县的大票仓。